你有冇諗過，用 AI 做 Lo-fi 音樂係一門可以自動幫你揾錢嘅被動收入生意？你睇過 Lo-fi Girl 未？成日拎住播歌，訂閱1500萬，普通人都可以用 AI， 幾個步驟開個 Lo-fi 頻道，自己都揾到錢。Nice。其實依家有 AI 真係好唔同，你唔使識音樂，唔使識畫畫，只要識用3個 AI 工具，幾分鐘就可以做出專業 Lo-fi 音樂片。即刻教你3步。第一，用 Suno 打一個簡單 prompt， 自動幫你生成音樂。第二，去 Midjourney 落個 prompt， 自動出靚畫面。最後，用 CapCut 拉埋音樂同畫面，加埋輕輕動畫，就可以上 YouTube 開類或者剪成短片啦。我自己試過，成個 process 30分鐘都唔使，超快。最正係，成件事唔使識作曲，唔使識畫畫 ，AI 幫你搞掂晒。如果你都想用 AI 做 Lo-fi 頻道，揾被動收入，真係要試下。